114年度总预算案这条也是继续对呛，行政院长杜永泰今仔日是第4届，亲身说明预算放台调对政府的影响，也预告讲会依照宪法征收条文第3条，予行政院的权部和机部研究这救济行为。另外，大多数已经核定的计划预算要重新核定，除了福利政策以外，其他补助承诺冻结50%。117年度总预算3读完成，落尾预算台减到2075亿，但是行政院长杜永泰无法度接受，23第4摆亲上火线，决定要照宪法征收条文第3条，予行政院的权利和义务来进行救济。我们会依照这个条文来进行我们的后续救济行为。面对这种无差别的攻击，我们没有办法说自杀式的删减。杜永泰讲，这台减的比例是大到予政府无法度施政，而且包括总统的国务机要费嘛，互台动，监察院互大幅台减预算，会造成5院的体制无法度运作。而且指出讲，这是已经核定的连续性计划和预算，拢会全部送登去行政院定核定。除了福利政策以外，各项补助是先冻结50%。凡是不直接牵扯到弱势团体人民的直接的福利关系的这些政策。单是补助的部分，我们先冻结50%。他说这个东西是很珍贵的蛋，一个蛋在眼前被捏碎的感觉。删的理由让我觉得他们非常羞辱。文化部长李婉因日本作家西来讲的文章，讲到访台预算的时阵，真属是真激动，讲袂出话。不过在野佮批评114年的总预算经过提案台调了后，同款是史上上悬。国民党团去中正1分局告发行政院各部会和一寡媒体，讲伊涉嫌放谣言抹黑总预算，讲要告因违反消费法。农业部造谣说老农津贴领不到了，财政部透过他的本专说，统一发票奖金被删掉了。所有中央政府总预算在今年度要用的这个金额，事实上已经创了历史的新高了。现在的行政院的院长是历年来中华民国最富有的阁揆。杜永泰回应讲，部会针对预算方台减的评理来争取，欢迎在野提告。安尼，等到予部会搁较有机会充分来做一个说明。记者综合报道。